一位替人的老母关怀囡仔的乌巴桑，一碗免费奉送歌人的米粉汤，唔那满足16岁少年家的脆香，嘛温暖出外人孤单苦闷的心情。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吉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口。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仔日是阮这阵青春少年男女要离开学校的日子。会记得3冬前的阮，对国校毕业，懵懂来到家人中学这个大家庭，受敬爱的校长甲老师谆谆教导，对一株打半圆的幼栽，变做一丛会当贡献社会的大树。青青小树，萋萋庭草，新朝花雨露高。闭眼想倾城缓缓笑，奈何离别今朝。是路凄人海辽阔，扬帆待发清晓。为我谆谆南征再报，要战士到山高。青青。迄个季节，会使讲是岛内移民上旺的时阵，真侪国校也是各中毕业的少男少女，身躯派各种花草款式的卡网，对台湾各地向台北搬线。透过规排开伫后火车头粗鲁的职业介绍所的安排，或者是欺骗，开始因另外一段的人生。有的入去工厂，有的学师仔，嘛有人去做使用人。甚至嘛有人跋落风尘。伫过去这1000几个日子里，老师教阮学问，教阮知识，嘛教阮真侪做人的道理，互阮会当伫踏出校园了后，做一个有路用的人，为国家社会服务。希望只不过是一阵13至16岁的囡仔，不过
面对茫茫渺渺的未来，多数的囡仔其家有一寡张图，但是并无感觉惊吓，更加未有怨言。无惊吓，是因为迄种年纪根本也毋知社会有现实甲黑暗的一面。无怨言，是因感觉迄是一条人生一定爱行的路，因为大多数的同学甲庄人的阿兄阿姐，嘛是行同款的这条路。海陆天空。上尾，我要祝福所有的毕业生，会当踏出坚定的脚步，为家己，嘛为厝内的时大甲小弟小妹打拼，勇敢向前行，为国家社会创造幸福美满的将来。多谢。句句皆出艰辛风起，提醒同上康庄。我比别人较幸运，加读3档的初中，所以16岁才来台北。我人生的第一份头路，月给300块，迄已经是1967年热人的代志咯。少年的，坐啦！一碗米粉汤，好，啊有要切什么菜无？猪鱼加大肠，一份吼，遐坐啦，念起来。领到薪水了后，固定的行程通常是先去邮局寄150块返去厝里，山倒来买一个月要用的起膏一条，3块装的柠檬沙文一包。送来去就去剃头，剃头若是敢若剃无洗，会使省5块。因为是欠起来的钱，所以用来满足一下家己的喙空，哪像着较无罪恶感。来，小菜来啊！一月日300块的薪水，5块银就是1/60。东门市仔口的米粉汤，对迄当时的我来讲，是逐个月一摆车花的滋味。来，米粉汤，含烧哦。 5块银会使食到一碗米粉汤，一份猪血，甲一份大肠头。只不过16、17岁肠熬大，腹肚哪像永远都底袂满。底袂满，毋是因为食袂饱，是对动物性油草甲蛋白质的一种本能的需要。 米粉汤内面淋的各种肉味，还佫有油脂饱甜、佮内部的大肠头，佮食起来软软幼幼的猪血，至少会使用7分真、3分自我麻醉兼欺骗的方式来满足迄种愿望。头家娘，2碗米粉汤。哦，帅哥，啊，足久无看诶，啊，倒咧无用一寡石头啦。 无用好啦，表示你业绩旺啊！啊，马马虎虎啦，肝连大肠、猪血拢切一份。好，遐济随来哈。卖米粉汤的头家娘是一个看起来足慈祥的妇人人，也佫有伊做兵拄退伍的后生，打位清气清爽，姜丝切甲足油，尤其家己搅的饮料滋味真赞。 更加特别的是，这对来自婚林保中的母仔囝，惯势主动甲人客开讲拍招呼。少年家，遐济啦，一碗米粉汤，一份猪血较大肠对无？头家娘记忆真好。坐一个随来哈。有一摆，可能有注意到我穿的衫
是听调学校的旧制服。头家娘哪无闲工课，哪问我讲：啊，你嘛是打出来食头路的哟？嘿啊，啊，读倒一间学校毕业的？家人中学。家人中学啊，真好的学校啊！啊，哪会无继续读高中？啊，听到头家娘安尼问，我雄雄片头酸起来，嘛毋知要安怎回答。这时，头家娘已经切骨内底的瓜莲肉放落去我的撇仔。会晓替厝人想的囡仔拢有想，你遮尔瘦，乌巴桑替恁老母甲你补一个。多谢。免谢你啦。会记得迄天我行回去的时阵，打铁的头虽然有淡薄仔冷，不过心内感觉真温暖。一冬后，我换工课，得要离开迄个所在。要走进前，我去食最后一摆的米粉汤。少年家，你来啊哦，遐济啦！啊，共款米粉汤甲猪耳大肠吼，规丛好好。迄时大家互相拢真熟啊。知影因嘛是出外人，来自婚林部中。少年家，我一个月看你一摆，你哪像大到有看呢？一摆比一摆较落。敢有影？若有较落，嘛是米粉汤的功劳啦。哦，啊，你功劳拢做互乌巴桑呢？你一个月才来一摆，啊，若干那食我的米粉汤吼，你早就枵甲变仙汤啊补啊啦！迄天一直到食煞，钱落了，我才甲因讲我换头路啊，伫城市的西边面，离遮真远，以后可能无机会搁来食米粉汤啊。安尼哦，我还会记起头家娘迄种有淡薄仔意外的眼神，伊小可讲规秒钟啊，算入去随对落地啊，甲拄则收入去的钱银出来。一摆乌巴桑请你，当做咱的缘分。袂使接啊！无要紧啦，嘛刚刚会当请你一摆，以后要请嘛无机会啊。袂当啦，头家娘，我袂使收啦。多谢你的照顾，我要来去啊，再会哦。我赶紧要走，少年家，你先莫走啦！想袂到头家娘竟然约出来。少年家，你安尼无乖哦，无彩我一直学老你。你哪会遮尔毋听阿我送的话啊？无爱啦，迄钱我袂使摕啦。我又搁走一底仔，才停落来翻头看。伊下卫士裙徛伫日头骹，用手骨头炸日，足大声喊讲：爱乖哦，毋通做歹哦。后摆若有经过遮，爱来互我爸送看一下哦，知无？我知啦。
迄个画面，我一直记伫心内，嘛一直会记得迄个年代人甲人之间，袂输是一种直觉的斗打。就亲像我若像免啥想，就知影即顿伊一定无要收我的钱，所以还未行到倒位进前，我就已经决定等钱落煞了后，才甲伊收拾，并且甲伊说多谢。搁一摆来到东门菜市仔口，已经是2冬外后的代志啊！嘛已经无看到米粉汤的单位。借问一下，进前才有一单米粉汤，我囝在做的，敢也有在卖？迄单哦，煞去别位啊啦。即马市仔口袂使摆档，警察会来抓。安尼哦，敢知影煞去倒位？讲煞倒去因三店堡的徛街附近啊。敢有住址？无啦，无住址啦。啊，你找因什么代志？无啦，无啥代志啦。多谢吼。我实在毋知要安怎开喙，甲因讲。我是想要来互欧巴桑看一下，甲伊讲。我阁继续读册啊，读高中夜间部，我有乖乖，我无变歹。自安尼起，米粉汤单位的气味，成做一种思念，一种安慰。甚至会使讲，自头到尾拢是一种车花的滋味。1984年，我搬去新店，意外伫老街看到同款是一对母仔囝咧经营的米粉汤店。敢若是迄担米粉汤的头家娘。你是讲东门菜市仔口迄搭？来面坐啦，米粉汤、大肠、关连肉拢有哦。迄个头家娘的面甲伊的身影，有够像当年迄担米粉汤的乌巴桑。2碗米粉汤。小菜无？若毋是因为因后生的面，凡说是因为生理上无闲，总是一个好男面。我要求是当年东门菜市仔口迄对母仔囝煞来遮开店的。切一份大肠，搁一份猪血。好，来面坐，随来哦。敢是？毋是。来哦，小哦。真是下。大肠、猪血是爸爸较早上爱食的。来，含一个。伤大喙啦！袂啦，这三种烂，袂见着啦。好食无？好食。吼，遮细汉就敢食，生着恁老爸。哈哈，良生良子，好生百二嘛。当年一碗只要1块银的米粉汤，即马卖10块；大肠猪血1份20块。会记只有一摆加叫一碗来食。算小的时阵，头家娘，阮的偌济？米粉汤2碗20，小菜89，拢总21。啥？阮3个人食200外箍，好够讨济。哈？迄个头家娘用妖异的目神甲我看。无代志，无代志，钱互你走。我实在毋知要安怎甲因解释。伫迄一梦里，我常常想到的是，这顿阮所开，差不多是我当年1月日的薪水呢。
今仔日的广播剧加料嘛加关怀米粉汤，是由吴念真原作，罗家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教证。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毕业生吴宇珍演出，少年阿钦李建英演出，东门菜市仔口米粉汤的头家娘洪昭文演出，人客王嘉仁演出，卖菜王嘉仁、王子玲演出，大汉的阿钦关凯欣演出。阿钦的太太黄志丽演出，阿钦的后生罗浩伟演出，新店米粉汤的头家娘林秋霞演出，后生黄玉敏演出。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看万地。讲出心内的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杜凤仪，朗读罗家书。看过了遍吴念真导演的加料也加关怀米粉汤，互我心中有一寡感叹。人总是习惯按照气味去寻找记伫内底美好的滋味。米粉汤不只是满足少年人的口腹，更加也温暖外地游子的孤苦心。曾经伫家己教册骨落冬，对我这个出外人来讲，对事物连结的乡愁，甲我的心甜安安，是一种永久的爱恋甲思念。来到家己了后，我上爱食挂包。之所以爱食挂包，不只是喜意伊的气味，是透过熟悉的气味，用好食物来承载思乡的亲情，就亲像一对一对思念的石鼓，满载对故乡刻骨铭心的怀念，寻找记忆当中熟悉的脚步，感受嘴唇甲喙齿之间满满透袂开的乡愁。脆过的挂包外皮绵绵幼幼，内底包的是芳软又阁真好剥的控肉，豆豆仔布又阁幼又阁软的卤肉，感受到猪肉丰富的油花伫咧喙内，产生芳但是袂硬的感动。搁再淋几许盐水，还阁有气味真高又阁顺的土豆腐，大喙咬落去，好食的鸭饼入去喙内，充满幸福的滋味，发展出芳甜又阁清爽的经典好滋味。家乡的好滋味，承载对人客真诚的满满的心意。为了让出外人食会饱，头家娘伫咧用料的时阵真大方，总是总爱伫咧挂包内底加下一块控肉，这块厚厚控甲真油的控肉，嘛互规个挂包变甲重怀怀。不但好食，嘛兼顾分量，不只是食会饱，还阁食了会卡，互人感觉真过瘾。除了挂包以外，四神汤特别控的汤头，嘛互人学落甲会得志。传统挂包搭配清甜温顺、料真济气味阁真好的四神汤，这看起来哪像真简单的组合，却是充满惊喜好滋味的平衡，完全无冲突的好滋味，每一喙拢是大大的满足，感动伫咧喙内不断咧弹。这不但是真济家己人自细汉食到大的好食物。也变成我永远袂褪色甜蜜的记忆。
摆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的？阮虽然毋是介意聚会，咱有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咱们 K， 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好，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赶快邀请3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来挑战华文翻台语哈。先来介绍第一位是咱台文系同学哈，王祖和。大家好，我是祖和。再来赶快是台文系同学连心旭。大家好，我是心旭。再来赶快是台文系陈友伟。大家好，我是友伟。好，今仔日来到节目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咱台湾嘉士面计划发起人，打教台语文促进协会理事吴希美老师。大家平安，我希美。好，感谢希美老师。另外，有2位提供翻译参考的台语老师是台湾广册协会理事长萧定春老师，也有理工局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凤辉老师。好，咱顺利去就来进行第一个题目。多数的他们或许有犹豫，但并不恐惧。多数的他们或许有犹豫，但并不恐惧。好，这句华文台语安怎讲较好势？时间1分钟，请讨论。丢毒，凡说有丢毒，但是唔讲，无你惊呀，无你惊。后来时间到，请讲答案。因大部分凡说有丢毒，但是并无讲介惊吓。好，有丢毒，但是并无讲介惊吓。安尼讲敢好势，请希美老师来指导。检测因大部分还在丢毒，毋过心内袂惊吓。好，顺利去其他2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哈，咱来听陈凤辉老师。因多数无定有丢毒，毋过并无惊吓。好，顺利去是萧定春老师。因人较济，检测有丢毒，并无惊吓。好，这句应该无什么问题哈。顺利去第2个题目。满足一下自己的口腹之欲，满足一下自己的口腹之欲。好，口腹之欲这句话台语安怎讲较好势？请同学讨论。嘴咧塞，口腹之欲，应该是免啦，免讲。我头拄仔是在想着嘴咧塞啦。后来时间到，请讲答案。满足一个家己的枵塞嘴。好，枵塞嘴哈，请希美老师记得。嘴咧枵塞，就爱食饱，上简单。我其实我甲恁讲的意思就是安尼啦。你莫想讲要安怎去处理迄个事，你去想我平时你安怎讲就好。我即句话我有小可去算一下吼，听看觅吼。家己的喙孔、腹肚孔嘛爱甲按来者。我有算2个方式啦，就是讲一个就是讲，咱有讲喙孔，其实无讲腹肚孔。我调伫要讲，就是内底一孔做大孔，就是做枵塞意思啦。用迄个实际物件去算，嘛即2个事去对应。另外一个就是讲甲按来者，就是讲你是用家己另外一个人的角度要甲按来，这是我感觉会使去算一下。我感觉就是像即款事，我也感觉讲你无得较一定爱像讲，第一就一定爱讲满足啦，第二就是讲你迄个真枵塞要讲，有诶时阵你硬要去讲，无得较讲会好势。好，感谢希美老师哈。搁再来听其他2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咱来听陈凤辉老师。满足家己枵塞的欲望一个。好，满足欲望哈。搁再来听萧定春老师。
满足一个家己会啉食的欲望。好，咱陈宏伟老师甲肖老师拢是满足欲望，互咱同学做参考哈。搁再来第三个题目：大肠饱满的油脂和嚼劲，猪肺软嫩的口感。大肠饱满的油脂和嚼劲，猪肺软嫩的口感。好，来时间1分钟，请讨论。食的特别是好食，台语做歹讲，因为台语无熟。然后嚼劲跟他很爱惜。好，来请讲答案。大肠巴蒂的油花甲猪血软腍腍的口感。好，安尼讲咁好势，请黑米老师指导。我先讲，就是台语无，台语要讲迄个油的物件，就是一般可能讲迄个智能啦。智能，嘿，就是咧讲皮底迄个油的智能，嘿，啊，毋过我遮会甲讲较浅白，听较有。大肠是肥卒卒，真 Q， 食起来若猪血，软腍腍。因为其实就是我拄则有讲，台语要讲好食的，其实无事是安怎？因为古早人就是问你食饱袂，有食较要紧，毋是好食歹食。所以你若要讲好食好听，即款事台语内底是无的。啊，你着爱用其他方式去表达出来。好，感谢黑米老师。继续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咱先来听陈宏辉老师。大肠饱甜的油脂和内部的脆尾，猪血食到软软幼幼的感觉。好，再来是肖凌春老师。大肠饱甜的油脂，甲 Q 底底，猪血柔软的脆尾。好，三位老师的讲法无啥共款，互咱可能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好，进行第4个题目。始终记得那个年代，那种人与人之间近乎直觉的默契。始终记得那个年代，那种人与人之间近乎直觉的默契。好，这句华语词内底近乎直觉甲默契。好，这两句话其实嘛，时常看到、听到哈。台语安怎讲较好势？请同学讨论。我们来讲真自然吼，那我在一般人讲，拢是足自然的，我人讲跳，拢是我真新鲜的道道。好来，时间到，请讲答案。抑阁会记得迄个年代人甲人咧斗阵的是传说性的斗打。好，默契换做斗打哈。好，安尼讲咁好势，请黑米老师指导。永远会记得伫迄个年代，人甲人中无隔足远，甚至免开喙就知影别人咧想啥，真大吧。好，拄则同学讲斗打哈，即马黑米老师讲嘛当讲大吧。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咱来听看卖啊哈。陈宏辉老师。永远会记得迄个年代，迄款人和人之间瓦近直觉的大吧。好，宏辉老师嘛是讲大吧哈。佮再来，肖凌春老师。后尾会记得迄个年代，迄种人际瓦近直觉的大吧。好，三位老师拢有讲到大吧哈，只是讲安尼讲敢有好势哈，咱黑米老师要做补充。我其实无直接讲大吧，因为我感觉大吧伫即句话内底无完全适合。所以我其实头前迄句话我讲较浅白补充了，再搁讲大吧，迄个意思会搁较斗大。就是我有讲免开喙就知影别人咧想啥，人就听有啊。因为其实拄则讲迄几个词，台语是无法度直接表达出来。通常就是一款语言内底，即个词内底是干那即个语言有咧用的，你其他的语言若无，你就爱去解说。所以你无法度找一个词甲替换，你爱用一句话去讲。所以我遮就是调伫用即个方式。好，感谢黑米老师哈。搁再来进行今仔日上尾一个题目。一脸讶异的看着我，一脸讶异的看着我。真简单的一句话，讶异，哈，讶异安怎讲？台语安怎表达比较较好势？请同学讨论。其实就是拄则讲迄个情景遐想，迄个情景是安怎讲？
后来时间到，请讲答案。即一个真妖异的面，直直甲我笑。好，妖异的面一直甲我笑，安尼讲咁好势，请黑米老师指导。我讲我气上者，气讲者较千倍啊！毋过即句话就是无法度讲出来，就是讲一句话就是哈，伊就是伊迄个反应就是安尼啊，哈，当然伊无讲出来啊！我是甲恁讲，伊其实伊的迄个心理的迄个状况是差不多即个反应啊。我出一个数来讲吼，伊一时讲呀，就是一时无法度反应，伊迄个无法度反应是感觉足奇怪。太安尼，你太讲一款话，嘿，所以用这个词来讲，因为根嘛毋是妖异，无讲妖异，嘿，迄个状况毋是妖异，就是伊感觉你讲的怪怪，迄个心理状况是，就是甲你妖异毋对，无毋对，毋过迄个妖异毋是讲我咧甲你讲你安尼讲。毋对，还是讲我对你讲的有问题，毋是，伊是知影你咧讲啥，毋过我无同意，嘛了啊惊一条安尼，毋过无到嘿，无到着惊迄款状况就对，所以戆语啊，我感觉较适合。好，互咱同学做参考哈。继续，咱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咱来听陈芳辉老师。规面戆影看我。好，芳辉老师讲戆影哈。再来，咱来听萧凌春老师。满面互人感觉意外咧看我。好，黑米老师要做补充。就是其实就是我拄则讲啥，我头去先要解释，伊心内底一定会补一句话出来，就是哈，毋过伊无讲出来，伊的迄个感受就是安尼，你啊想看嘛，伊的迄个反应是啥？好，感谢黑米老师。以上今仔日5句华语词翻做台语的讲法，互咱空中好朋友跟咱的同学做参考哦。感谢三位同学，感谢黑米老师今仔日来上咱台语教室的单元，多谢。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局内面演头家娘的翁昭文，我是演少年阿 Kim 的李建英。今仔日节目听煞，唔知影你敢有啥物想法甲感受，想要甲阮讲？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话分享，嘛会使写文章，对阮表达支持。阮有准备一寡小礼物要相送，欢迎你做伙来斗热闹。请上咱们K电台网站详细了解哦。头家娘，两碗米粉汤。哦，帅哥，啊，足久无看诶。你妈红叫为帅哥，妈叫个帅哥就歹势。阿伯，米粉汤。哦，阿伯。来。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电台制作、监督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萧凌春、陈芳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野菜》，论几十档的唱腔甲目屎，欢迎准时收听。迄道刷去别个遐啦，
家人笑，怎么了？你免吉声，你用你的声的。哦，不是要跟前面那个不一样吗？而且跟人隔很远，隔很远，咱可以去买菜。哦，对，卖菜嘛，咱去食米粉啊。不啦，因为隔很远，我要紧。就敢食，生着恁老爸。好奇妙，离婚。这恁囝，恁囝嘿，咱是恁囝嘿。头家娘，滚来偌济？头家娘，阮来偌济？哦，头家娘，阮来偌济？有点。